各位好。早兩日發生大埔嘅5級火，都燒得好慘，同埋都好多死傷嘅，包括一個消防員嘅師兄長阿 Sir 咁啦。咁本人都好難過，都因為呢件事喊過幾次。咁我自己就本身捐咗錢，捐咗300蚊。我唔係想喺度周圍同人講話，我想做咗件好事，只不過。大埔都係香港嘅一部分，咁我作為香港人，咁我都感覺都係傷心嘅。咁我唔介意啲人話我做好事做俾人睇。咁而家就係最想就係幫到大埔受影響嘅災民咁樣咯，都希望大家去幫手捐下錢啦，或者去現場度做一啲協助嘅工作啦。咁捐錢同時咧，大家都要留意翻，可能嚟緊會有人騙徒去趁火打劫，發呢啲咁嘅財嘅，一樣有嘅，所以都要提高呢個警覺。咁以下捐錢嘅途徑，我喺度放上嚟。